2025年6月14日常年期第10周星期六。天主，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，求你啟發我們尋求正義和真理，並賴你的助佑，付諸實行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哥林多後書5章14至15節，勸人與上帝和好的職分。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，因我們這樣斷定：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，並且他替眾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，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所以從今以後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，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，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。所以，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於上帝，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，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。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，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，並且將這和好的信息託付了我們。所以，我們作基督的特使，就好像上帝藉我們勸你們一般。我們替基督求你們，與上帝和好吧。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，好使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的義。基督的愛是驅動信徒生命的動力。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，基督犧牲自己，使信徒產生回應之愛，不再為自己活，而是為主活。基督的愛不是被動接受，而是主動驅動人去轉向與委身。十字架的合一與轉化。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。這是一種神學上的代表性死亡，信徒在基督裏同死，就脫離舊生命。這不是個人道德修補，而是身份與存在的根本轉變。新的眼光與新的身份。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信徒因與基督聯合而被重新定義，不再按世界標準看人，或看自己。重生不是情感改變，而是全人生命的更新與轉化。與上帝和好的雙重行動。上帝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，並託付我們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。救恩不只為得救，更是為了參與神的和好行動，是一種使者的身份，替代與稱義的核心福音。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，這是整段的高峰，表達了基督的替代性受罰，使我們被算為義。這是一個雙重轉換，他為我們成為罪，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義，顯明恩典的徹底性。神學與應用。不再為自己活，而是為主活。每天的生活是否以基督為中心？是否還是圍繞自己的目標與自我實現？我的時間安排是否反映為主而活？我的選擇是否顯明基督的愛激勵我？以基督的眼光看人，不再按人的看法來認識人。這挑戰我們擺脫以外貌、地位、成就來看人。嘗試去理解你容易批評或輕視的人，
求主給你新造的眼光，活出和好的使者身份。你就是基督的特使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訊息。與朋友或家人分享你的信仰經歷，不是辯論，而是邀請他們與神和好，感恩並敬拜為你代罪的主。當你理解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時，你會發自內心地敬拜與感恩。安靜中默想，我原是罪人，他卻為我成為罪，使我成為義。用詩歌如奇異恩典，或禱告回應他的恩典。詩篇103篇1至12節。耶和華的慈愛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稱頌耶和華。凡在我裏面的，都要稱頌他的聖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醫治你一切的疾病。他救贖你的命脫離地府，以仁愛和憐憫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滿足，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。耶和華施行公義，為所有受欺壓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，使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。耶和華有憐憫，有恩惠，不輕易發怒，且有豐盛的慈愛。他不長久責備，也不永遠懷怒。他沒有按我們的罪待我們，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。天離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。馬太福音5章33至37節。論起誓，你們又聽過有對古人說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。但是我告訴你們，什麼誓都不可起。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為天是上帝的寶座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為地是他的腳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，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。你們的話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。若再多說，就是出於那惡者。耶穌提升律法的標準。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，但是我告訴你們，這是耶穌一貫的說法，表明他不是廢除律法，而是深化律法的精神與原意。舊約允許起誓，教導人要向耶和華謹守所起的誓。民數記30章2節，利未記19章12節。但耶穌在此指出，真正敬畏神的人應當活在完全誠實的生命中，不靠誓言證明自己。不可起誓的核心是誠信。起誓本身不是罪，問題是人常用誓言作假，或強調可信度，掩蓋內心的不誠。耶穌指出，不論你指着什麼起誓，天地、耶路撒冷、自己的頭，都與神有關。因此反對利用誓言包裝謊言，或操控他人，不能將神捲入人自己的虛假中。誓言本質上是求神為證，但耶穌指出不該依賴誓言來保證真實，反而應該讓話語本身真實無虛。誠信是屬神之人的標記，是就說是，不是
就說不是，是一種內外一致，無需裝飾的誠實生活。這種單純透明的言語，反映了屬神子民的心靈純潔。2. 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，表明虛偽與詭詐的語言背後有邪惡的根源。創世紀3章蛇的言語，多言反而可能導致謊言和邪惡，是出於那惡者。神學與應用，活出誠實無偽的生活。在日常生活、工作與人際關係中，我們的話語應該讓人信得過，不需要誓言來支持。信實的人不用特別強調我發誓或我保證，因為人知道他說話就有分量。我們是否習慣用過度保證或誇張言語來讓人相信我？是否願意操練讓我們的話語本身就有信度？在教會與社群中建立信任文化，在團契、小組或家庭中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，不靠保證維繫，而靠持續的真誠與一致的行為。對話中練習簡單、清楚、誠實的表達，不添加誇張，不掩飾真相，培養說話的真誠和責任感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應該做一個言出必行、說真話的人，不用誓言來強調自己的誠信。避免隱藏與謊言的文化。有時候我們不一定用謊話，但用模糊、推卸、話中話來保護自己。耶穌呼召我們活在光明中，不做心懷二意的人。雅各書5章12節，不隨意起誓，尤其是指着神的名或神聖事物起誓，尊重神的聖潔與權威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在基督裏向我們顯明那無比的愛，他無罪，卻為我成為罪，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你的義。主啊，你的愛激勵我們，讓我們不再為自己而活，而是為那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。求你潔淨我們，使我們脫離舊有的眼光與自我中心，使我們每日活出新造的人的真實身份。主啊，我們願成為你的使者，把與你和好的福音傳給我們身邊的人，無論在家庭、職場或朋友圈中。願我們的言語與行動都能反映你的愛與榮耀。願你的真理充滿我們，願你的愛激勵我們，願你的聖靈引導我們，使我們忠心地為你活，為你見證，為你發光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